近日一則關於 TVB 嘅爆料喺全網炸開咗，知情人直言呢一家老牌港媒正喺度面臨經營危機，大批嘅員工扎堆離職，劇集製作陷入咗放緩狀態。照呢個趨勢，佢嘅自製劇存貨僅僅係能夠撐到2027年年中，後續或者會面臨冇劇可播嘅困境。曾經風靡全亞洲嘅 TVB 娛樂帝國，如今竟然落得如此境地，唔通亦要重複當年亞視倒閉嘅覆轍？2026年3月中旬嘅娛樂圈被 TVB 嘅負面消息狠狠霸屏，知情人嘅爆料字字錐心，員工離職嘅消息唔係零星半點，而係大批量嘅集體出走。呢個直接令到 TVB 嘅劇集製作環節陷入咗放緩狀態。有內部人士透露，如今嘅 TVB 劇組裏面熟悉嘅面孔越嚟越少，新人招唔到，老人留唔住。原本排到密密麻麻嘅劇集製作計劃表，如今大片空白。據網友統計 ，TVB 2026年開年3個幾月啦，暫冇新劇開機。目前手入邊嘅自製存貨劇僅僅係能夠播至2027年嘅年中，而且咁仲係喺瘋狂重播老劇、外購內地劇填檔嘅前提之下。後續如果無法改善製作現狀，冇劇可播，絕非係危言聳聽。呢則爆料一出，網友嘅討論瞬間就炸開咗。有人就喺評論區嗰度感慨：爺青結，我嘅港劇記憶冇啦。亦都有人直言，早有預兆，呢幾年嘅 TVB 早就已經唔係當年嘅樣啦。仲有人翻出咗過往嘅種種細節，直言如今嘅 TVB 似十足當年亞視執笠前嘅狀態。當年亞視走到末路嘅時候，真係一路盤劈到底，員工離職潮一波接一波，成個製作團隊人心渙散，最後話直接落得停播收場，要幾慘有幾慘。從2010年之後，呢家電視台就基本冇安穩過，股權換嚟換去，幾任老闆走馬燈一樣上台，冇人真正沉低心落嚟做內容搞運營。大家更關心嘅係點樣扯皮，點樣算計利益，點樣將手入邊嘅股價賣個好價錢。公司長期處於冇錢、冇方向、冇人管嘅狀態，內部混亂到極點。最慘嘅就係底層嘅員工，工資一拖再拖，欠薪變成咗家常便飯。有時候一欠就係1、2個月，甚至更耐。編導、攝像、燈光、美工、製片、助理，台前幕後一大批人攞住唔穩定嘅收入，連基本嘅生活都得唔到保障，房租、房貸、家庭開銷壓到人透唔過氣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，邊個仲會有心思去工作呢？咁大家一睇呢間公司徹底冇救啦，能夠走嘅全部都走晒，唔係零星幾個人辭職，而係一批一批咁樣離開。今日就有team核心嘅製作，聽日又就一批幕後嘅技術工，後日就連部門骨幹都直接跳槽。留低落嚟嘅人每日都喺惶恐之中返工，擔心公司下一秒就會執笠，擔心工資永遠都攞唔返嚟，人心徹底散咗，隊伍根本帶唔喐，原本仲可以勉強維持嘅節目製作，隨住人員嘅大量流失，直接陷入癱瘓。人一走，節目自然就廢咗啦，冇人、冇錢、冇設備、冇士氣，新劇拍唔到，新綜藝做唔到。連日常新聞節目都因為人手不足、經費唔夠，頻頻縮水延期。到咗後期，亞視基本上就係徹底盤劈，完全就放棄自製內容，唔再開機拍新劇，唔再籌備新節目，全天就靠住循環播放翻幾十年前嘅老劇，再買一啲廉價嘅外地劇翻嚟攝時間。一個堂堂嘅電視台成日都喺度播陳年舊作，攞唔出一部屬於自己嘅新作品，同一個淨係會重播嘅空台基本就冇咩區別啦。管理層嘅操作更加係離譜到令人 O 晒嘴，內部長期內鬥不休，有人唔肯注資救場，有人就一門心思高價賣盤走佬，甚至係有外界願意出手相救注入資金嘅白武士，都因為老闆唔肯讓步，堅持要高價，並硬生生拒之門外。從上到下冇人關心過員工嘅死活，冇人在意節目嘅質量，亦冇人顧及觀眾嘅感受。所有嘅人目光都係夾住自己嘅嗰一啲利益，班藝人亦睇得清清楚楚，喺呢度睇唔到任何前途，合約一到期紛紛離巢，轉投別處發展。曾經能同 TVB 正面硬剛，吹過唔少劇集嘅電視台，慢慢變得死氣沉沉，毫無活力，完全冇咗當年嘅氣勢。欠薪、離職、停拍、無限重播，呢幾個致命問題形成咗一個死循環，越套越實，將亞視一啲啲拖入深淵。
員工上街維權討薪嘅新聞時不時都爆出，觀眾失望透頂，紛紛轉台，口碑徹底崩盤。業內業外都知道佢已經係回天乏術。之後香港政府宣布唔再續發免費電視牌照，雖然俾咗最後1年嘅緩衝期，但係亦都只係苟延殘喘。至今年依然斷裂，欠薪問題始終冇解決，人員仲喺度不斷流失，播出基本就靠死撐，冇任何嘅起色，亦冇任何可以扭轉局面嘅動作。最終喺2016年4月，亞視直接藍屏停播，連一場似樣嘅告別都冇，就咁樣狼狽退場。如今 TVB 嘅種種表現同亞視相比，確實有諸多相似之處，但係目前尚未達到亞視當年嘅絕境。翻睇 TVB 嘅發展軌跡，呢一場危機絕非係一朝一夕養成，而係長期積弊嘅集中爆發。從2018年開始 ，TVB 就陷入咗虧損嘅泥潭，截至2024年底已經連續虧損7年。根據港股電視廣播00511財報顯示，2024年 TVB 歸母淨利潤為負4.91億港元。曾經嘅亞洲電視一哥，竟然連續7年走下坡路，講出嚟都令人唏噓。為咗挽回頹勢 ，TVB 亦都曾經做過唔少嘅嘗試。6位香港資深男藝人組成嘅 TVB 男團喺直播節目《今晚好犀利》裏面跳魔性舞蹈《晚安大小姐》。一眾嘅視帝放低身段直播跳舞，畫面睇住滑稽，背後卻係 TVB 嘅萬般無奈。當時就有網友直言 TVB 咁樣係真係缺錢啊！咁就算 TVB 曾經對外表示2024年切減咗絕大部分剩餘嘅既有不良資產，預計2025年全年能夠實現正股東應佔淨溢利，並且有消息稱新聞女王2助力 TVB 終結咗7年虧損，盈利5000萬港元。佘詩曼喺2026年3月出席活動嘅時候，亦回應咗呢件事，直言開心能夠實現雙贏，並且表示勞動屬於所有工作人員同埋觀眾。但係呢啲好消息終究只係曇花一現。2025年嘅 TVB 仲曾經掀起過一場轟轟烈烈嘅離巢潮，藝人就呻工資過低，咁樣嘅資薪水平唔好話留住頭部藝人啦，就連普通嘅工作人員都難以安心留低。甚至有藝人透露 ，TVB 新合約中明確寫明底薪斬 40%， 拍完戲之後仲要義務配合3場商業直播，賣唔喐嘅就扣獎金。藝人嘅生存狀態更加係 TVB 現狀嘅真實寫照。TVB 老牌藝人彭浩峰嘅遭遇，令到唔少人睇到咗呢家公司背後嘅涼薄。彭浩峰喺 TVB 打拼多年，3年前確診直腸癌3期，為咗醫病欠低咗8萬巨債。佢拒絕咗手術化療，如今病情啱啱穩定，就要帶病復出，淨係為咗償還債務。此前仲有小道消息爆料，彭浩峰曾經喺街上面失禁，需要靠成人紙尿片度日，因為患病窮到連細路仔嘅奶粉都買唔起。咁喺呢個期間 ，TVB 從未扶持，全部都係佢自己籌措嘅醫藥費。咁樣嘅困迫處境，令到唔少嘅圈內人都直呼心寒。亦令到外界睇到咗 TVB 對藝人嘅待遇究竟有幾苛刻。再睇下如今嘅 TVB， 早就已經冇咗當年嘅星光熠熠，台慶嘅舞台上面見唔到當紅大咖嘅身影，撐場面嘅依然係嗰啲老牌嘅藝人。青黃不接嘅人才斷層問題已經嚴重到極致。曾志偉曾經就憑借住個人人脈拓展咗唔少內地嘅生意同埋收入。但係佢已經於2026年初卸任 TVB 內容運營總經理，轉任諮詢委員會召集人。反觀當年亞視嘅執笠，前亞視藝人陳啟泰喺訪談中直言，核心問題並非係僅最後嗰幾個老闆嘅決策失誤，最關鍵嘅係亞視後期幾乎都唔製作自製節目，全部靠外購節目填充播出時間。並且實際控股人王晶拒絕白武士3億元接盤，堅持高價賣盤，最終導致公司走向末路。而如今嘅 TVB 亦都難逃管理層嘅問題。喺市場環境不斷變化嘅當下， TVB 嘅轉型步伐始終緩慢，劇集內容缺乏創新，依舊停留喺老土嘅劇情同埋製作模式當中，咁樣就難以吸引年輕觀眾嘅目光。一邊係內容跟唔上時代，一邊係人才不斷流失，內憂外患之下 ，TVB 嘅發展之路越行越窄。面對如今嘅經營危機 ，TVB 方面截至目前仍未做出正面回應，冇官宣闢謠，亦都冇俾出具體嘅解決方案。咁樣嘅沉默更加令到外界嘅猜測越演越烈。
其實細數 TVB 嘅過往，亦都曾經創造過無數經典，《射雕英雄傳》、《上海灘》、《金枝玉葉》等等嘅劇集，陪伴咗幾代人嘅成長。TVB 培養出嚟嘅周潤發、劉德華、梁朝偉等藝人，更加係成為咗華語娛樂圈嘅頂梁柱。嗰個時候嘅 TVB 製作精良，劇集精彩，人才輩出，係無數人心中嘅港劇天花板。邊個可以諗到幾十年後嘅今日，呢一家公司竟然係會行到劇集製作放緩、員工離職嘅地步？到如今 TVB 嘅危機絕非一日之寒，佢面臨嘅唔單單係庫存告急嘅表面危機，更加係人才斷層、創作乏力同埋經營理念滯後嘅深層挑戰。亞視嘅前車之鑑又在眼前，呢次係一次生死時速嘅考驗。對於呢一家曾經撐起華語娛樂圈半壁江山嘅傳媒帝國，我哋更多嘅係期待佢可以打破僵局，重新拍出真正打動人心嘅作品，而唔係喺沉默當中逐漸黯淡，直至死亡。